嘿，大家平安。嘿，大家毋知影暗顿敢食过啊？吼、头拄仔 Ruby 讲要去买暗顿嘛，毋知影 Ruby 今仔日食啥吼？今仔日惯性食，迄个牛肉面。足久无食牛肉面呢，就是最近足寒的吼。大家敢有感觉最近是就是早暗有较寒淡薄对无？所以今仔日就是因为吴声别肯吴声安怎？吴声是安怎？是安怎的即个表情啊？别肯暗暗食牛的代志哦，你啊暗暗毋是呢？是安怎会想要食牛肉面？这是因为就是前几工毋知影是谁吼讲一个甲牛肉面有关系的笑话嘛？毋知影是谁直播的时阵，迄敢是伊讲的，还是来宾讲的？佢哋就是讲迄个阿明去迄个图书馆讲我要一碗牛肉面迄个管理员就甲讲，这是图书馆哦。阿明就讲我要一碗牛肉面。我足介意即个笑话呢。迄啲就是听过即个笑话，我就想做想要食牛肉面啊，这嘛无法度，这一定毋是我的问题啦。夏夜暗暗，对啊，最近有够寒呢。最近即个天气就是足互人，就是无想要起床。大家应该拢有即种感觉吼。毋知影为啥，听着即种笑话，拢会感觉是律心讲的。对啊，这就是律心顶级的笑话啊！足久无拍，会惊呢？无啦，袂惊啦，哪会惊？好，即摆要安怎？即摆要即种笑话啥物意思？即种较安怎咧？嘛，毋是讲无好笑啊。其实冠生感觉即种笑话足好笑的，因为冠生家己嘛爱讲即种的。马铃薯暗暗，还袂拍死。好啦，好，大家来斗相报吼，报讲大家暗顿食啥吼？冠生偏芳一个。甲大家复习一下吼，就是顶摆就是，对，顶摆就是摕着即个五雷铃，有人食迄个咸的火锅，有人食鸭肉。冠生无啥咧食咸吼，所以咸的迄个火锅，冠生就无法度食。因为大家敢知影迄个好，有生你搁想看觅。大家敢知影迄个咸其实毋是一种味觉，就是咱的喙齿会食着无共的气味、无共的滋味。毋过咸毋是一种滋味哦，咸是一种听觉所以其实爱食咸的人，嘛会当讲是爱迄个听的感觉对。所以冠生毋是会介意听的人，所以冠生无食咸无啥物特别的意思罐头竹笋配青饭，毋是竹笋，玉笋冠生爱食竹笋的，就是哇！别看你这讲甲有淡薄仔伤过详细啊。毋过对啊，冠生逐摆食咸拢是即种情形，所以我著可是这是鬼呢，这哪会色水无够？冠生逐摆食咸嘛，拢是即种情形，所以冠生挡袂牢吼，我无介意迄种感觉，我著无咧食咸啊。好，有淡薄仔伤久无耍啊，已经袂记得安怎用即个对，我爱先整理我的物件啦。所以淡薄仔袂记即啦，这应该放遮。好，安尼应该会使。放一个食物伫遮。
哦，因为有鸭血哦，鸭血。对啦对啦，有时冠生感觉要感冒的时阵，就是虽然冠生是无咧食咸，啊，毋过有时我感觉我咧要感冒的时阵，我就会调工食一个仔咸，互家己就是出汗安尼，就会感觉较好啦。我嘛毋知影这是心理的作用，还是真正有影吼，会着爱跳过。哦，只是因为有鸭血哦，已经开始啊，因为有鸭血。哦，冠先知影有诶，迄个咸诶火锅是对对对，是冠先知影有诶，迄个咸诶火锅是有啥物鸭血食较饱即种诶，就是你会使一直甲敢毋是鸭血？鸭诶血，鸭诶血毋着鸭血。那无啥物着伤诶款。无要紧，食一个金蕉。韩国火锅，韩国火锅是倒一种啊？冠生汉伫食韩国菜啦，因为韩国菜足侪拢是咸的吼。我感觉我有退步呢，上久无耍，有影有退步。对我惊惊。迄种迄种有迄个cheese嘛，对无？佮有迄个，迄敢算是荤吧，就是 ham， 敢是迄种的，迄种的好食呢。疼！你要死啊！毋是哦，是佮有别种的，佮有别种的韩国火锅呢。命伊。流开。无这是要安怎？迄是啥？迄是做袂晓读韩国的迄个韩国的罗马字，我毋知影迄个发音规则。我感觉我家己有够差，一直咧画。安尼我知影，迄好食。迄 QQ 呢？伊是粿呢？粿哪会歹食对无？救命！哎呀！小看卖哦。好，安尼咱也是继续吼。先开一个讲好啊。是安怎比顶摆搁较凄惨？对啊，是安怎即只遮尔歹啊？因为迄阵开始的时阵有经迄个困难度啦。我会记得我是选较困难的，所以即马就变做安尼，变做安尼，家己拍袂过吼。好，无要紧吼。这敢袂当改？我会记得是袂当改呢。看卖顶摆是毋是嘛有想要改啊？顶摆就是发现无法度改。对啊。这会当改即个呢？这是啥物？好，看无，毋过无要紧。对啊，袂当改吼。
安尼应该是，无救啊！哦，继续拍拼冠生啊！冠生你是安怎要？冠生你是安怎要害家己啊？啊，林冠生，你是安怎一开始爱经啥物困难？啊，是安怎要安尼苦毒家己？敢讲平时啊，受着同事的苦毒还无够？哦，有一个食袂饱，甲餐费开了了，哦，安尼我拢毋免食。哎呦，手疼呢！好啊，无咱安尼一路安尼过。啊，救命！袂记你整理骹板啊，有够戆！啊，疼！啊，你想到一只啦，牛小姐。莫甲我过，牛小姐莫甲我过。敢是命运咧创治，我毋知啦。对，一定是命运咧创治，一定毋是我家己头壳无清楚。好，整理骹板，五类零放伫遮，狮头放伫遮，够啥？交换一个，好，咱继续一路过。无我食一粒香蕉，补一粒血。敢是命运咧创治，我嘛毋知影。啊，毋过我知影，我要小拍。啊，谁早无卡着？好。大家最近敢有啥物啊？我现在连这都拍袂赢。要死啊！好，无咱莫插伊。大家最近敢有啥物感觉是互命运创治的经验啊？就是你明明嘛无做毋对啥物，对，算呢？最近咧准备，Son One 最近咧准备游戏，最近咧准备 JLPT。啥物是 JLPT？JLPT 听起来就是日本话呢。J 敢是 ？It's J for Japanese。对呢，冠生最近咧想一件代志啦。无应该来遮救命！哦哇！你的出世就是命运咧创治，敢有遮尔严重？你是拄到啥物代志？讲到这惯性会当讲足久呢，就是关系啥物人生的意义啊，即种。惯性嘛是有家己的想法啦。毋过大家可能无趣味吼，我就先莫想讲，无大家感觉无聊，就嗨。来小拍，我即摆有5类零呢。再会。就是我感觉，哇！我是毋是无应该问即个问题？好，我问这个想过迄个。连讲开一集人生哲学，嘛会使嘛袂歹啊，人生哲学。惯性就是感觉结果嘛是开始讲啊。
就惯性感觉其实人生反省嘛，无啥物特别的意义吼，就是楚海是哪想讲几句吼，就是咱就是毋知影为虾米吼，就是出世伫即个一粒地球顶面吼，即个地球是一粒奇怪的石头奇怪的石头啊，是安怎会出世伫即个奇怪的石头顶面咧？无人知影。有个人会认为，就是你是有啥物特别的使命你才会出世伫即个世间。毋过，敢真正是安尼？其实咱嘛无法度证明，所以这敢是一种 nihilism。nihilism 台湾话要安怎讲？想袂晓，无想过。后伊暗暗。来看卖大家的烦恼好啊！最近甲女朋友分手啊，开钱个要安怎讲？就是甲你的心、你的肺你的应该毋是器官的意思就是冠心莫白讲，冠心莫白讲。到暗时冠心就会开始黑白讲话，是的。开足济，就是开足济钱，甲开足济精神伫身躯顶嘛。毋过，伊煞感觉你是安怎伊无要互我使用啊？讲你只是摕伊来找存在感嘛？哈密哈哈暗，对啊，有时啊，这嘛是会当另讲搁开一集恋爱观的，就是逐个人对爱的迄个，逐个人对爱的感受，甲逐个人对爱的迄个需求拢无共款呢。所以，伊啥物无互我用啊？这敢是一个 bug？ 我感觉这应该是 bug 呢，有淡薄仔生气哦。Vital Lion 暗，我是毋是无甲结婚讲暗？是的，结婚暗。人生起起伏伏，步步登登，亲像一出戏，有影。而且即个戏有时是游戏的戏啦，有时你的人生就是人生的一寡方面，就是拿迄个 Cuzo game 拿迄个笨手游戏共款，就是有一寡互你做受气的代志，你嘛无法度。是安怎无要互我单雷讲？这到底是啥物情形？无我去踅一轮才转来，看敢会较好。Mercury 暗。好啊，无后摆大家若是有兴趣，咱才来开一个恋爱哲学的即个杂谈。对，人活伫世间都是会拄着足侪莫名其妙的代志呢，就是。惯性嘛是感觉，毋管你做啥物代志，上重要的是家己爱欢喜啦。当然若是照顾一个人，会当互你感觉欢喜，安尼你就去照顾一个人，安尼嘛是真好啊。你拢袂记你甲人挨杀子，冠星最近记忆有够歹的，到底是安怎无要互我单雷讲？互大家伫遮等，啥物意思啊？安尼竟然倒，安那会无开始？好，安尼我该甲等的。好，莫生气，薰衣姑娘茶，啉落就免，就袂生气安尼。即个月开万几箍来买即个 game console 甲即个 game。这嘛毋是小数目的呢。对我来讲，这嘛毋是小数目。这会当买一束足水的衫，一束足水的衫会当穿10年无问题啦。当然毋是逐工穿。是安怎无要互我单雷讲？我是毋是颠倒为迄个上一开始的部分来选迄个简单，安尼是毋是颠倒较紧？
是安怎袂使？是安怎袂使？这敢是迄个？这敢是瞄准？敢是瞄准的功能？原来有即个功能哦！原来有即个功能哦！太毋早讲。哦，到即摆才知影诶，到即摆才知影有瞄准的功能呢。加在平常时啊有欠挂吼，就是伫即种时阵用会着啦。哦，惯性嘛是惯性，迄个惯性会欠迄个欠钱的时阵，会专门专门存一寡，就是心情特别歹的时阵会当用的，就是或者饮料的基金啦，哦，有需要的时阵，就会当买买20杯安尼，哦，讲好死，无毋对，无毋对。咱就是爱，哎呀，上条就是欢喜嘛。冠心愿意来做这个代理人，其实嘛是因为会互我欢喜嘛，就是看袂着我家己。哦，好，我伫遮。是一个。等一下，雷公。你是走位倒位去？救命！莫过来！救命！莫过来！听！你是拍袂着？哦，安尼我是毋是应该甲瞄准，才等雷公？安尼是毋是会较疼？应该是安尼吼。试看卖。哦，一直走，连我都感觉忝啊！疼！爱豆的写信，敢是读做写信？日语无介好。就一下受到，腰袂来。思无的人若袂来，对无？即种感觉。我想看卖冠星的钱拢摕去买啥？当然上主要是手册地嘛，买凉的，买饮料。是安怎饮料做凉的？我感觉饮料真正是凉的较好啉呢。我较无爱食烧的。这偏题啊啦。头拄仔讲到迄个钱开位倒位去？写信。好，写信。我的钱拢摕去买迄个饮料啊，佮有衫啦，就是有个人有个人看冠星的 Twitter， 可能知影冠星就爱穿各种无共的衫吼，对，所以若是看到若是看到逐项拢想要买，安尼其实嘛是开足济救命！这是这袂当过，原来是。小我无爱，冷一碗来，小我无爱，无毋对。附近哪会遮济？你哪会当安尼拍一个囡仔人？
无良心，我要细汉呢。哦，看天气的，哦，看天气的嘛是有影。对啦，有时仔天气伤过寒的时阵嘛是袂当啉冰的。啉一个啊，今仔日啉红茶啊，今仔日香香，无想要食牛奶吼。好好来摕一下五雷凉吼。这是要算到点时，敢会今仔日算到10点拢还袂通过。啊 ，Black Friday，yeah，Black Friday。对啊，大家买物件的时阵，就是爱经迄个，爱经。想看卖啊！爱经迄个有优待的时阵，安尼才会当买搁较侪物件，你就会当得到搁较侪快乐。有一笔钱，要甲阿母相输，是安怎要甲阿母相输？是安怎咧？是安怎会甲家己阿母相输？我知影即马有诶人会甲哦，耶稣暗安，耶稣食饱未？食一粒金蕉，阿叔整理一个寿桃，放遮，这是啥？食这会当安怎？哦，好。看搁有啥哦？无啥物物件通好用。哦，食饱才来的好，安尼真好吼。冠生嘛是食饱才开始直播的。冠生今仔日食牛肉面，哈哈，头家实的。吼，毋过，闪过啊。毋过因为我已经顺利当选啊吼，所以以后吼牛肉面或者猪肉面，吼大家免烦恼。食烧仙草拢食冷的，安尼敢号做烧仙草？头家咧甲我看，袂啦，伊嘛是做无用啦，应该是无时间甲我看。是毋是？真正是安尼呢，真正是有标准有差呢。好，先闪。对，烧仙草去当较好食。对啊，就是拄侪饮料也是甜点啊，惯性拢是较介意食凉的。一方面嘛是因为迄个，大家敢知影，就是咱人的迄个味觉吼，就是伫你食烧的物件的时阵，你迄个气味的感觉较安怎讲，就是共款咸的物件吼，若是较冷，食起来就会较咸；它较烧的时阵，食起来就无遐咸。迄个糖嘛是共款吼，就是甜的物件，冷的时阵食起来搁较甜哦。可能是因为安尼哦，惯性就是较爱食冷的啦，应该是安尼啦。你是为倒位甲我拍？我还无看。想思讲台北市谁会调？安尼哦，所以恁是安尼就是恁意见无共吼，才有法度安尼相思吼。我决定啊，我一直逃走吼，一直闪。
5类零会当用的时阵，哦，就过去甲弹一个，哦，安尼就好啊。爱心活倒来。现在袂当用。哦，对啦，若是伊原底就是要食冷的，伊就是调味嘛袂遐重对无？对啦，烧的物件迄个气味较会较偏会着。哦，大家最近敢有咧看 World Cup？因为冠星毋是一个足爱运动的人，所以冠星无咧看 World Cup 吼。毋过最近有影是足侪人有咧关心的。我知影哪像日本是有赢球对无？哪像有看到伫迄个面册伫 Facebook 看到有人讲，昨足侪人搏死，啥物是搏死？哎呦！哦，赢德国哦！冠星对球是无啥了解啊，毋过德国听起来就是较高踢球对无？应该嘛毋是安尼讲啦。德国正前是毋是有迄个有一只石镜？石镜就是迄个 octopus。敢是德国的，就是正前有一只石镜，伊做到摇迄个，做到摇 World Cup 的迄个结果。毋过即马是毋是？伊敢要伫咧？伊敢要活咧？对，那像迄阵嘛是有人叫伊啥物章鱼哥，迄个对，迄阵就是新闻拢有咧放送啊。莫过来啦！你感情就无遐好吼。拍遮久，火掉还有一半。你哪伫遮？哦，是哦，搁有骆驼，敢是安尼读？因为，哪像嘛有人是相信讲，就是动物比咱一般的人，就是会当感受到搁较济无共的代志，比如讲地动啊，是天气要变化啊，即种，所以会有人安尼想，冠星嘛是感觉真合理啦。哦，安尼哦，伫迄个环境就行2-3年就死啊，所以敢是因为是人甲饲的，所以活袂久啊。冠星无啥会晓饲动物吼，还是讲伊的迄个工课压力足大。放炮啊咯！大家再会。哦，原来是安尼哦。伊原底要住伫海底啊，咱人甲饲落活袂久，这嘛是真合理啦。就是咱人我都互伊天然伊应该爱有的环境嘛。哦，安尼冠星就了解啊。苗肯敢是有咧研究海底动物啊。人咧饲扇尾巴，伫海底较开换安尼。过来啊！我讨厌这敢袂当拍，袂当哦。火无够啊！
单纯爱食，所以会较了解安尼。哦，OK OK，嘛袂歹啊。上无你咧家己食掉进前，你对伊是有了解的。想着吼，进前捌听过，就是迄个 Facebook 的迄个创办者，毋知影伊是倒一档的时阵，伊就是有互家己一个挑战，就是讲伊若准要食饱吼，若准伊要食饱，伊一定爱亲身去拍啦，伊一定爱亲身去拍啦。家己刣的，伊才会当食。哦，若无伊就是无要食饱。这我感觉，这真趣味呢。就是，因为以早咱即个工业社会啊，就是咱无遐尔高饲动物的时阵，人嘛是安尼活的嘛。人嘛是家己爱食饱，就爱家己用性命吼去甲。去甲伊战斗，安尼才有肉通食。所以其实，一方面讲，可能嘛会当讲是较符合即个自然的即个规则。主角敢会当摕无共款的武器？这我无确定，毋过即马我敢若有即个，这应该是刀花剑吼，这应该是刀花剑。我哪想敢若有这呢？过来就是即个五雷铃啊！毋过即个五雷铃就是，用一摆了后，就爱小等一下，才会当搁用。我即摆的武器敢若有遮，敢若有即两种尔。莫安尼，莫甲我搅扰。好，再会。你讲不珠哦，迄应该袂当，迄哪时袂当弹哦。迄个功能是安尼哦，会当跳一个舞，毋是跳一个舞啦，就是跳一个阵哦。跳煞伊就会甲你讲倒位有迄个灵体就对啊，是安尼用的。好。想看觅到底安怎拍较好？免客气啦，你哪有啥？等你讲咯，放。What's up？ 有事？暗熬早。What's up？ 我一直无法度通过，我搁咧拍即只，救命哦！莫过来拗，哪会等遐准啊？冠仙敢会生？哈？生钉啊？生钉啊？你是讲迄种钉啊，还是你是讲迄个生伫迄个人的面？对啊，我应该是我无应该经即个困难吼，想袂开吼，真是想袂开，找家己的麻烦。好，即摆无法度通过啊。生钉啊，袂啊。大条啊，迄种哦，袂。以早读高中的时阵会，因为迄阵，敢袂当讲是压力较大。毋过即摆做代理人，做代理人就是无病无痛啦，他会生条啊，他会生钉啊咧。生迄足痛的呢。对啦，大家啉饮料袂当像我安尼吼。像我安尼一工啉
啉上无3杯，真正是会破病吼。做代理人的时阵才会当安尼啉。啊！啊，落尾迄是要安怎处理啊？哎呦！你啥物意思啊？吴先，我是有啥物病？啊！我哪有病？你才有病！哦，大家注意吼，即种凊凊菜菜讲别人有病的落选人吼，哈。爱啉无糖哦，爱啉无糖，无规气啉迄个白茶就好啊。共款拢无，共款拢无滋味嘛，对无？莫过来。爱食抗生素。大家食抗生素的时阵爱注意吼，向来宣导安尼，袂当家己停药。抗生素一摆一定爱全部食好了，安尼才有效。Infinite loop 啊，确实，即个病吼，总想要甲医好啊，毋过毋知影要安怎，走。其实我嘛免安尼走来走去吼，应该走的时阵才走就好啊。哦，救命！嗷！啊！对啦，是有想要破台无？毋对啦，就想讲来算，就是应该爱上无迄个第一种，莫过来，上无第一种嘛是爱通过啊，互大家即个剧情，歹势我拍的，互大家即个剧情有看到一个要安怎讲重点哦，就是剧情爱看互完整，安尼应该心肝来会较爽快吼。所以我才想讲，找无原因的，这字是安怎读？困惑症啊。困惑症。困惑症。我嘛毋捌听过，莫过来。个咱有时啊，就是我会记得以早惯先上迄个生物，应该是对生物的课的时阵，阮老师有讲，就是因为迄阵有个同学想要做医生啦，老师都有讲，有时啊，
有时啊，就是会拄着迄个教科书，用毋着，教科书无写，啊，医生嘛毋知影是安怎会发生的即个病症，即个时阵，都毋知影要安怎，无啦，毋是毋知影要安怎，就是对啊，有时真正会，有时真正会拄着毋知影是安怎会发生的一寡情形，所以大家真正会当做的，就是保守家己的身躯吼。哈？哦，我对迄个细菌无啥了解，所以我毋知影通常是倒一种细菌较会发生即种情形，就是命运咧创治。可能嘛会当安尼讲吼，就是有啥人咧衰，真正是无啥物特殊的原因的。虽然安尼讲嘛是足伤心，毋过真正有时你著无做毋对啥物代志吼，命运就会找你的麻烦。这其实嘛无法度啊。哦，喙内底的溃疡，迄有够疼的。哎呀，哎呦，疼噶！对啊，疼甲。哈嘿，嚯，嘿，嚯，嘿！哦，对啦，大家可能拢知影吼，就是身体健康的一寡方法。但足准的呢。爱困好饱，爱运动，爱啉水，莫食伤刺激的物件。毋过偷偷甲大家讲吼，就是有时真是做袂到，对尤其是要安讲，即摆的人生活的压力足大的，嘛毋是讲想要准时来困就会当困。这其实嘛是现代人，其实嘛毋那是现代人啊，这就是做人足辛苦的所在，惯性是安尼想。是我上讨厌的这呢，哇哦！救命！看即个囡仔会哭哭绑家己的喙，哭哭绑家己的喙，啥物意思啊？你是讲？哎呦！好，别看暗暗。好啦，有机会再看卖，敢要选 Pokemon 吼。因为冠星介意算白亚啦，白亚算，
所以反射会当算 Pokemon 的迄个 card game 哦 ，Pokemon 的牌啊算，惯性有趣味。对啊，那像即马啊，吹破足普遍的。就是有的职业，有的职业压力较大，就是可能一礼拜判2摆，安尼嘛有听过，信众朋友是即款情形，有影足辛苦的，莫过来啦！哎呀！哎呀！哦，用镜头啊，蒙东蒙西，佮蒙喙来。囡仔人就是安尼啊，囡仔人就是会，囡仔人就是会安尼，就是因蒙东蒙西，因家己嘛无要伊，啊，因就是会去蒙一个喙，蒙一个牛一个目睭，啊，挖一个鼻孔对无？哎呀，我做囡仔的时阵嘛是安尼吼。毋过确实安尼，就是较会判白，较会判白就有影。迄人我的喙毋着破甲三工我。对啦，真正是大家爱注意卫生哦。尤其即马有迄个疫情嘛，有迄个疫情较麻烦，真正是袂当蒙东蒙西，佮去蒙家己的喙。以前那时候人较袂晓伊吼，就是嘛毋是人袂晓伊啦，是我袂晓伊尔啦。做囡仔的时阵，阮兜就是讲啥物？垃圾食哦，垃圾大，哦，啊，着要蒙家己蒙，无要紧。毋过我知影有诶人嘛是，有诶家庭嘛是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讲，莫互囡仔食甲伤清气，就是爱互因食着一寡小可垃圾诶物件，哦啊，才会甲迄个免疫系统训练起来。冠生是有听过有人是安尼讲啊，我毋知影敢会当安尼呢，因为我嘛毋是医生哦，所以我袂当，互恁即个专业的意见。哦，啊，毋过就是有听过有人有即种想法，嘛是介心识吼，甲大家分享。迄个囡仔害死。尤其是即摆真正袂当安尼吼，而且你嘛毋知影伊食着啥吼，有时真正会做危险。啊，我爱冷静，我爱用头壳。走啊！有些时大人的想法真正是甲咱都无共。这若像毋管是伫倒一个时代，拢会有共款的问题。以前囡仔较济哦，你的意思就是适者生存安尼呢？嘛对啦。真正是迄个，就是因为冠生若是会顾大家的成绩，
冠生嘛是会听大家困觉，进前都有科生吼，甲我讲就是，伊想要做一寡较冒险的代志吼，就是有可能食袂饱迄种头路，要做艺术家即种的，因厝内人都做烦恼，因为伊是孤囝，但若像真正是囡仔较少的家庭的，较会烦恼吼。真正有即种状况，这嘛是，毋过即马就是愈生愈少啦，所以可能即马的囡仔人要承受的迄个压力，吼，就敢若愈来愈大吼。哎，太当咧对待我咧。哦。哈，歹去的泡面，泡面原底就无健康呢，佫食歹去的泡面。我知影有的家庭就是啥物过期的物件拢食吼。我佫有听过啥物，就是有的人，有的家庭足介意，甲讲一碗的物件，就是敢是要来啊？佫是这好，就是甲讲一碗的物件吼，一直个甲滚过几若摆安尼，有时仔滚过人嘛无要食，可能就是一碗就安尼滚3摆4摆，感觉无介卫生呢。袂使泡面做油的呢，对无？泡面遐油，迄食落你应该是无法度消化，尤其是伫咧肠胃炎的时阵。对啦，囡仔人是毋知啦，所以咱遮的迄个大汉的人，爱知影。你搁甲你的巴肚配音，啥物叫做爱吐较会大？我无听过有人安尼讲呢。爱吐较会大是啥物意思啊？安尼成年礼的时阵，就是爱吐甲规世界安尼，吐互伊爽，吐甲咪咪毛毛安尼。这敢是你家己发明的？我真正做好现的。敢真正会有人安尼讲？若阵真正有，这嘛是开一个眼界吼。即种俗语话。